讲到这丰台海柜的中心，昨暗伫咧高雄出海了后呢，搁再靠翻头半暝伫咧高雄登陆，早起7点外，搁对台南出海。这丰台是受到台湾的地形迫害，已经降做是轻度丰台路。这部风款也当咧缩小，甩的速度变甲正慢。按正伫咧暗时8点半时阵，解除台湾本岛的陆上风台警报。不过这宽流甲分溪有关是有真高的雨水，民众爱特别注意。海葵丰台基建台南树草大桥海岸边大映也是一直来，淹过风雨中，以往有民众来看海映。北方沿海是风强，淹过无雨，渔民有当烦恼讲丰台地流也是有影响。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海边的风也很大啊，可能这个台风的影响会是在那个台风过后，那个台风尾西南气流引进来的时候，那个雨量就会增大。海葵丰台过去3点钟，中心敢若像地流一直细块啊，强度小可减弱，暴风圈也较缩小。就也伫咧偏湖南西风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移动。不过伊的外围云系由带来地延时强降雨，气象局继续发布大水洪特报，提醒山区要注意崩山土石流，较低所在嘛要注意淹水。比较强的对流云系正在通过，所以金门地区最近也出现了比较强的短延时豪雨，提醒金门的朋友要多加的留意。而到今天入夜之后，整个降雨的状况虽然断断续续还是有短暂雨，可是雨势整体来说跟白天比起来是较为趋缓。回顾海葵丰台过去路径，9月初3下晡先对台东的东河登陆，迄天暗时对高雄出海。西口啊地流，9月初4透早4点，搁再对高雄登陆，7点外由台南7个附近来出海。气象专家讲，有记录以来2摆登陆的风台开始较少看，除了1986年的维恩风台，也有2014年的凤凰风台，海葵影响也伫继续。也过今年第14号热带性低气压，也可能伫9月初5发展成做13号风台鸳鸯。有部路径向日本南方的海面来前进，即阵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。记者宋华报道。